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批評有別有用心嘅人，甚至係外國勢力喺佔中行動嘅背後提供資源，利用年輕人出嚟抗爭。佢又話為咗爭取民主而影響其他人嘅生活係民主獨裁。何海玲報導。佔中已經2個星期，糧水、日用品等物資源源不絕。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相信係有別有用心嘅人，甚至係外國勢力援助，推動年青人繼續抗爭。別有用心嘅人係用咗一啲我哋嘅年青人，係我哋社會上大家都好愛護佢嘅一啲年青人出嚟，然後自己藏喺幕後，喺幕後呢就不斷用資源、用財力嚟到呢鼓勵呢班年青人繼續留守落去。而家最開心嘅人就係香港差咗，對佢有利，或者根本就唔想你香港好嘅人，佢咪喺後邊陰陰笑咯。而我哋自己嘅市民就俾人綁咗上戰車，打一場佢哋根本冇意思想打嘅仗。佢話相信學聯同政府仍然有機會對話，但未必係2、3日間可成事。而現時情況膠着，對雙方都冇好處。對政府唔好㗎，因為我哋市民會覺得，你政府做唔到嘢，越搞越差咁。對嗰班佔中人士亦都唔好㗎。你哋淨係考慮話要爭取民主，其實嗰個民主係你嘅民主，其他所有嘅民主咧，你都唔會贊成噶啦，你都唔會接受啊。淨係你要嗰一種嘅民主，其實係一種嘅民主嘅獨裁。對於學聯建議政府提交政改補充報告，范徐麗泰話政改5部曲並唔包括補充報告，重申人大常委嘅決定係經過深思熟慮，唔能夠喺短期內作出改變。Now TV 記者何海玲報道。